自强村、爱国村，听起来个像建村的名诶。不过南投新义乡嘅自强村、爱国村，一般国家系汉人。800年前，陆有汉人去这只嘅疆土耕种嘅亚太人。民国76年，每一个国家种2年陆有好希望个。里面市场本中国韩国东南亚抢起嘅，每一下边啊，个国家，个到农民路屯每数多系的。民国86年，休闲农业区成立。自强同爱国係第一批加入休閒農業區嘅種頭，無屯無耶穌站起的農民，冇想到講竟然還是得賺錢。當年34年的無耶野山區，韓國12年的到下2年正月的梅花開嘅時節，如果上來幾多位遊客個，踩喺登上對山頂一路塞到水里解放，有10個公里安長哦。村民把握機會利用梅花季來辦活動。帶遊客認識種頭嘅歷史、天然景觀也到，也帶遊客做 DIY 體驗，食梅葉料理，而能留下也給梅花帶來嘅商機，提升農村經濟。小拍梅花營造嚟這些今天，見風世界嘅頭，老花找到很難食飯，風吹下過來，一皮皮嘅到梅花清香。對啊，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走慢一點。啊，如果可以的話，把手機關掉，腳步稍慢一點，因為好風景要好心情來欣賞。我的眼了。兩從每人會採回拍800公尺嘅片嚟，面頭前嚟到梅樹都已經50-60年嘞。啊，這屬2000。哦，2000。嘿，啊，2000甲大千就是梅啊算較酸。哦。啊，伊開花較早。嘿，做冊尾用。嘿，2000大部分攏是做冊尾。哦。我覺得很棒，很壯觀。真的，我一過來的時候，我就嚇到，就很大一片，然後整個盛開，我覺得很棒。就是比較自然啦，然後其他那種比較有名氣比較大的感覺已經變太觀光了，然後沿路就是一堆賣吃的啊，然後就比較沒有這種比較閒情逸致的感覺。兩條梅樹係青榕叢嘅阿爸種嘅，係那對阿公搬到新義區水上，家厝已經地倆220年嘞。啊，以前就在我阿公嗰時就是攏來只景咯啊，為苗栗啊，啊來只景咯。佢17歲，佢就就學來了咧啊！啊，保妹有個做呢，啊做呢間日本人逐去做兵，啊佢冇，啊佢就個就學來啊，當佢嘅。800年前家下長野公安用人走落嚟有多冇？當多。該是接觸該當多咧，係當多咧。該條是山當冇水冇田又冇路，生活當艱辛。內邊啊，樹啊要較多個啊，佢就是該講了就去的那位樣嘛，變成有點類似比較遊民那種感覺啊。哦。那要學做技術去因為從啱講大了位啊，啱啲就萬60歲的啊。哦，我講下來家下吼，你啊農種迄貿然啊，吼啊土是攏真艱苦啊，吼。啊，最先下來可能外講有通講強路啦，吼，種條鄉馬嘛，吼，強路。有水中講，新義鄉客人台州站是古日有3000人沙，係那單場順市區外國兩村，客人出佔地52%。客人大山是山當嘅山野未經過夾帶轉變，乃紅作物收入唔好咧。吹上澎湖邊橋，美國是人家下，你阿貴北通種香蕉種多。那個時候香蕉有一個分一個旗山線，還有一個集錦線，2條線。後來就是因為發生那個香蕉種事件，香蕉賣冇人來啊，大家就通倒退嚟咧。啊，就就種梅啦，種梨嘅啦，嘛就因種個梨子啊。尤其日本人都好台灣梅個，
民国72年、80年改下，新义向每人有1600公顷，产量北上都外销到日本。你也买是通用手章哈，盖下唔系，盖下种那个梅子树下哈，帆布铺着，用棍的吼，去打下来，个铺台身材重的，样卖，已经50人扣啊。哦，那个是信义乡梅产业最盛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就采个2年梅子哈，就能够盖一栋房子了。不过民国82年，日本市场本中国、泰国、越南来到抢戏，每个无人外来，农民都替当买树。一公斤8角，不是8块哦，是8角。1公斤50变8角。嘿，你根本那个时候没有啊，满地通通是啊，第2年、第3年就通通砍掉了。所以农民一夕之间大量的砍我觉得说相当的可惜。所以那时候我们农会就从2个方向来着手来对于抢救这个梅子产业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加工，梅子要怎么样来使得说它的消耗量能够增加，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推广梅餐。当主时间到，做下面武汉汽车，是不该向为产地空气度，不因为唔系减吞后烂。當住下間每個冬瓜風、玻璃吹風，臉上貼住每種嘅路基嘅，用青葉梅老嘅煮狗兩道，唔但茶是催容菜體，每煮皮咪做下係自家做嘅。下工買進來，你就攞佢濕不佢熟，濕不佢熟了，你都嚟泡到梅酒底杯。1日，人下工要香，人酒又做得實啊！因為老黃的渣渣嘞、泡泡嘞，泡到酥酥香香的門，該黃的，來沾一點點的梅子加胡椒鹽的粉，它是非常特別的。這邊的土產呐，也都加了一些酸梅下去，然後吃起來都很舒服。所以每一道菜都吃得到。对，很适合我们这个台北吃不到的人。现在是梅花盛开的时候，刚好很适合来吃这个梅子，才知道它的就是先开花后结果嘛，就是才知道它这个味道啊，而且这个口味很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它跟它看清爽啊，比较会消化。因為唔盤得貴山每個跌到貴體內，16年前在興做村頭開發梅村。以後唔單茶就將嘅花學看，未送嘅到農民嘅用心。我領導我不卡人講，你的花開100，你開200，因為你有開花，又有春堂本人生，所以我們的收入是跟別人不同。當然不是很富裕，可是我覺得說，這個在做農來講，也是另外一個收入非常好的一個收入了。結合了自強落外國農村嘅自強外國休閒農業區，喺民國86年成立，面積有2000公頃，範圍包含富強崙、鹹玉料、鳳葵島、牛潮巷、老偏來到素材。當年12年到第2年漲業成為個每發塊都動漲，總係下嚟動業下去了。農民未加了機會，但銀行也是每3年做 DIY 體驗。来，小姐，手借我一下。好。不是给你献花哦。还要看它的枝干，有没有？像这个呢，有没有它是不是有开叉？等一下要插进去的时候，想办法把它插到那个罐子里头。到罐子里头有开叉的，那会特别不一样。因为瓶子很多种，你挑好之后有没有第一个，我们就先把那个瓶子拿出来之后，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先比它的长度。你太长下去，到这边也不漂亮。剪下每塊嘅花，嗰土渣種一個紅鵝，甜甜鵝撈花變落去，無論係視覺嘅，也係人嘅紅鵝。口這個土都有冇強溶嘅醬。4角的都不要。你等於了有無買一個迄個做，
会洗，甲灯嘞，会紧洗，完了，它又会打光上来，哦，那真的。就是像这边这么漂亮，然后就是刚好也可以捡一些梅花篮，自己 DIY 做自己那个蛮有趣的东西，算是一个不错的回忆。我们现在卖的就是点子嘛，农民如果要靠这个种梅子收成太少了啦，也太辛苦了啦，所以我们倒鼓励可以以此类推，同理可证，其他农民也可以做另类的 DIY 啊。当然有解说是最好了，像陈先生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在他父亲手上经营这个梅园的一个辛苦一个过程，是不是？那如果是说外地来的话，来大概就是欣赏风景、走马看花，大概不可能很深入了解当地的这个风俗民情。以前不需要面对客人，现在就是直接要面对客人，所以有很多的行销的一些方式他就一直有在学。我们这个休闲农业区也大概推了差不多10几年了，尤其我们农会每年都会办理踏雪寻梅赏梅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8年。那每年游客进来的这个量可以说是成倍数的增加。研學會嚟就領群化嚟了解每產業故事，達到促銷每個嘅目的。農民未動業化發展休閒事業，才能共取。像現在目前來講，那麼多的梅花，可以讓都市人來這邊放鬆心情，然後這邊還有咖啡可以享用，包括我們的餐，還有我們的住宿方面，在這一段時間都是我們的收入來源，所以對我們來講，收益上會比傳統的產業會比較好。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梅花開的時候，它已經就有收入了，那個收入甚至比它現在的梅果實採收的還要多。它就第一個，他要吃梅餐另外他可能順便購買我們農家自己加工的這些產品。那另外我們農民當季的所生產的這些生鮮的蔬菜啦、水果啦，也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來做販售。貴山葡萄獵頭凍飽滿，拍攝高分就係品質保證。農民講，兩位嘅葡萄都係屬牛山礦產水產業，所以特別好食。這樣吃的，OK， 現吃，有甜有酸，因為還沒成熟，大概在半個月才收，要半個月就變甜的。這什麼品種？巨峰葡萄。熱椒油辣熱嘅燜茶香菜睇仲有啲葡萄就咁樣好食木土嘛較少，仲擺仲乜嘢仲見椒下來特產個就改變種葡萄葡萄先講個銷情較好特產就種葡萄新業種葡萄嘅歷史就60年，早期都係高本飯呢，兩下是係出價賣不贏客，也係幾多年客不下。農民講利潤漲嘅多，2倍按多。所以我們這幾年其實主要品質好的，我們就是以宅配的方式為主。對，那要不然就是一般遊客進來看到我們正在像比如說我們這樣子在採收在整理，然後他就會停下來購買。茶個時向會派千個觀察界烏청論山那度，雲林浪風為起簽浪天站就個好姊妹。台南農民來到兩櫃太偏高天界苗米種那，行地主等要難行界山排好，路經人界農民可能過去，處理內位恐冷氣天就切個筍呢。有沒有你看挖下去那邊就有了，有沒有看黃黃的？有啦，我這水去別別你看我這邊這是筍啦。這就低啦，哇，這樣低吧？對，低吧？係啊，好過，哦，這個有，好，對，我們都看不懂啊，像你在採的時候，你要怎麼知道它裡面有筍子啊？那個它的地位不一樣啦，會有那個像碧筍有沒有？比較高啦，那個地位比較高。這個是以前那個老人家種的嘛，
它一年会生，一年比较不会生了，就今年就比较会生了。我们就会先找，找完之后会先做记号，找个1天、2天、3天之后，数量比较多了，我们再依次挖，这样的话就可以数量多一点，就可以拿出去卖。第三当选繁忙过，就经过很多转变，因为艰难嘅性格，所以记得冇被现实打放，颠倒係唔艱難、唔艱苦，喺困境當中尋到機會。為發揮到鬧嘅季節，當到嘅一刻天幕黯然來到新意，安到年來咪考試打出名聲，唔但搶每農就賺到錢，咪帶同身體為實驗。唔過發起隊就接種。用嘅狀態老人數兩個人好熱，係財天醫為好好思考嘅問題。